有冇試過講以下呢句説話？唔驚啊，我有保險賠。有揸車嘅你，有冇試過發生交通意外啊？你淨係俾個墊底費，然後大部分嘅錢保險公司會幫你賠咗去。到你架車要攞去車房整，醫翻好架車，你可能問你相熟嘅師傅報價，先問你條命會唔會值錢過架車呢？你又有冇幫自己買醫保甚至危疾保險？真係萬一有大病或者要住院，使100幾十萬甚至再多嘅時候，你又有冇咁大聲咁有底氣同醫生講，同嗰個醫院講唔驚啊，我有保險幫我賠？你又有冇相熟嘅專科醫生醫翻好佢，解決你嘅問題？你都會揾到一個幫到你嘅保險 agent，幫到你手嘅保障，去支持你嘅生活。